歡迎大家返嚟這旁 Make It Happen， 我係傳道人 Maggie。上次同大家講咗摩西不是預期嘅人生，今次又想講下佢嘅禱告。鍾意摩西嘅另一個原因呢，就係佢嘅真性情啊！由第一日喺何烈山遇見神開始，佢都唔會向神掩飾自己嘅情緒同埋感受嘅，有嗰句咪講嗰句咯。不過講摩西之前，請大家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條片，就可以更加多人睇啦。如果想了解下我哋嘅查經課程，歡迎以電郵聯絡我哋噶。你點樣睇禱告噶？有啲人呢就會咁講，我唔識噶，我都唔知自己企得啱唔啱嘅，我好渣嘅啫，我唔敢對神講自己嘅感受噶。又或者當你請人大祈禱嗰陣時呢，就會聽到唔得喎，我要先寫我個禱文先要祈得噶。覺唔覺得呢？呢啲限制簡直令人窒息啊！摩西又點睇祈禱嘅呢？神喺何烈山顯現，即使摩西唔係咁熟悉佢，但係都知道自己遇見神咯。因為出埃及記3章6節，摩西就掩住自己的臉，因為害怕看見神。雖然佢都識得敬畏神，但係呢，佢同神嘅對話又冇一種怯怯懦懦嘅態度嘅，個心點諗，個口咪講乜咯。當神叫佢返埃及去救以色列人，出埃及記3章11節，摩西對神說：我是誰？我怎能去見法老？怎能把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？你唔好以為佢好似瑪利亞咁樣虛心去求問件事點樣成就噶。其實佢度講緊唔好搞我啦，因為出埃及記4章13節咁講，摩西說：主啊，請體諒我，請你差遣能勝任的人吧。咁咪即係話摩西擺明唔想去咯，佢就直接同神講：喂，唔該搵個第二個啦。有冇諗過同神講唔想，唔係一定代表唔順服噶？又或者咁講啊，你硬食又係咪神想見到嘅順服呢？詩篇139篇第2節，我坐下，我起來，你都知道，你從遠處就明白我的意念。我哋點諗，神一早就知啦。神唔係要啲表面嘅嘢，而係要我哋心悅誠服咁樣去跟從。神鍾意我哋坦白，因為咁樣先至係真誠嘅關係啊嘛。有冇留意神冇因為摩西四路而去鬧佢啊？神鬧佢咧就係話佢：喂，你嘅理由咧太荒謬，跟住就直接反駁佢嘅諗法啦。可能你會覺得，差唔多啫，錯啦，爭好遠噶。神明白摩西冇信心啊，唔想再去面對埃及呢個地方，所以神願意俾時間摩西去講，然後先至指出佢嘅唔合理，令佢面對自己嘅問題，唔可以再逃避啦。呢個咪叫做成長咯。雖然我哋唔會好似摩西咁樣可以面對面同神傾偈啊，但係聖靈會引導我哋再思考自己嘅決定。有冇試過內心交戰啊？例如有一啲冇諗過嘅意念，突然間就湧出嚟去挑戰你嘅諗法，又或者內心有把聲音喺度叫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。類似呢啲咁情況可能會反覆出現嘅，呢啲咪就係同聖靈對話嘅過程咯。你有冇試過喺好困難見唔到出路嘅時候埋怨過神一兩句噶？例如，點解你仲唔出手噶？你見唔見我真係好辛苦啊？嗱，跟住好快就有信徒衝出嚟為神解話啦，會咁樣回應你：唔好埋怨啦，最緊要感恩，信服神。哇，咁咪真係呻都唔呻得，話呻一呻呢就俾人撳住。咁摩西又會點做呢？
喂，佢都難到反晒白眼㗎喎。摩西第一次去見完法老之後，以色列人嘅情況仲衰咗，因為法老加倍勞役佢哋。出埃及記5章23節，自從我到法老那裏，奉你的名說話，他就惡待這人民，而你一點都沒有搭救你的人民。摩西覺得佢做嘅嘢又係神叫嘅，點知就搞成咁，佢咪對神發脾氣咯，話神少少都唔去幫手。神聽完之後冇擊殺摩西，反而係安慰佢。出埃及記6章1節上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將會看見我要向法老做的事。神叫摩西放心，因為佢知道發生緊咩事，亦都會有所行動。神知道摩西有困惑嘅時候㗎，就再俾佢知多啲當時嘅情況咯，而唔係同摩西講唔好投訴咁多啦，我有分數啊。其實人先會咁冷漠嘅回應㗎咋。神創造人包括情感，所以神當然明白同埋接受我哋有情緒啦。記唔記得約拿同埋以利亞？佢哋都係用真性情去面對神，一啲都唔需要隱藏。雖然摩西埋怨咗咁耐，神你做乜唔出手啊？但係佢一啲都冇諗過唔信神，而去信自己，或者轉信其他嘅神明。情況咪就好似一個細路仔話爸爸，我做乜啊？咁耐都唔買個玩具俾我㗎。佢只會向住爸爸扭計，而唔會去認過另一個老豆。呢一點咪就係摩西同神建立親密關係嘅關鍵咯。除咗頭先所講嘅，摩西都有喊辛苦㗎，同神講頂唔順啊。民數記11章11節，摩西對耶和華說：你為什麼惡待你的僕人？為什麼我沒有在你眼前蒙恩，以致你把這所有人民的重擔放在我身上呢？摩西仲話11章15節，如果你這樣待我，就求你乾脆殺了我吧。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，別讓我再看見自己受苦受難。哇！摩西都發幾大脾氣嘅，但係又可以理解㗎。佢喺曠野帶住咁大班以色列人，又要搞掂佢哋嘅起居飲食，呢班人冇水飲又向佢投訴，冇嘢食又埋怨佢，就算有又話啲嘢唔好食，仲要成日喊苦喊忽。摩西形容呢啲係重擔，即係話佢覺得壓力好大，日日面對住一啲沒完沒了嘅問題，又未咁快見到終點。摩西都有感受㗎，所以佢選擇同神講：我好唔開心，我頂唔順啊，我好辛苦，辛苦到想死啊！不過大家要留意返，摩西冇選擇到劈炮唔撈啊，因為佢好清楚邊個可以幫佢解決到問題，佢咪就係揾邊個咯。如佢所料，神就教佢去選70個長老去幫手，分擔一啲工作。神又應承咗佢去解決一啲唔知點算嘅問題，就係以色列人要食肉嘅問題啦。而家嘅生活壓力越嚟越大啊！有時一個人都要孭起唔同嘅責任，心力交瘁到一個點唔想喐，只係好想好似一劈嘢咁樣攤喺度就算啦。最好擘大眼所有問題可以冇晒。如果你都係咁，不妨學下摩西啊，直接同神講頂唔順啊，你好辛苦啊。就算你知道神要藉著一啲艱難去建立你，都可以同神講頂唔順㗎，唔需要死撐㗎。求神俾你去停一停，去回氣啊。神唔會漠不關心咁同你講，憑信心咪得咯。大衛喺逃避仇敵嗰陣時，曾經講過詩篇56章8節下：我的眼淚你都裝在你的皮袋裏。咁即係話神關心我哋嘅感受㗎。
睇返出埃及記33章11節啦，耶和華對摩西面對面說話，好像人對朋友說話一樣。朋友之間就存在一種真誠坦率、互相溝通嘅關係。摩西對神就正正反映出呢種關係啊。其實我哋都有㗎。約翰福音15章14節，你們如果遵行我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我時不時都聽到人話自己嘅祈禱講嚟講去都係嗰啲嘢，冇乜嘢同神講㗎喎。如果你都係咁嘅話呢，有冇可能只係當祈禱係單方面去祈求一啲嘢啊，而唔係將你嘅生活片段、你所有嘅情感諗法都同神連結呢？多謝大家睇晒我哋條片啊！如果開始嗰陣時未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呢，麻煩而家幫手撳一撳個掣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